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94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94篇，上主伸冤的上帝啊，伸冤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起来，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上主啊，歹人要搁偌久？歹人洋洋得意要搁偌久？因的喙吐出骄傲的话，做歹人拢得顶家己。上主啊，因欺压你的子民，苦楚你的产业以色列，因害死孤儿寡妇，搁杀害出外人。因讲上主一定无得注意，雅各的上帝一定无得看。恁百姓中，才会亲像精醒的人着想，恁这个愚妄的人，一时才会有智慧。做耳孔的上帝，家己减袂听见。做目睭的上帝，家己减袂看见；管教列邦的上帝，减袂处罚；教导人的上帝，减袂无知识。上主知人的心思，知因所想的拢无路用。上主啊，你所管教的人真有福气，你用律法教伊教导，要互伊伫患难的日安稳自在，直到要带歹人的梦骨好势。因为上主一定袂放杀伊的子民，嘛袂放弃伊的产业以色列，因为伊会搁照公义审判，心正直的人拢会得伊。啥人会为我起来攻击歹人？啥人会为我徛起来攻击做歹的人？若毋是上主帮助我真紧就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我讲，我的脚踏出去，迄时上主啊，你用慈爱扶持我。我心内有真侪忧闷看虑，你的安慰，互我心情快乐。腐败的官长利用法律制造奸恶，因减袂甲你徛同平，因斗阵计谋要害义人的性命，甲无罪的人定死罪。毋过上主做我的堡垒。我的上帝做我的避难所，伊互因的罪恶受到报应。因做歹的时，伊要遭灭因。上主，咱的上帝要遭灭因。这首诗篇94篇，是一首讲到上帝是审判主的诗篇。那从诗篇93篇到100篇，那连续的好几首诗篇都在颂赞上帝为王。但94篇呢，是以上帝是审判者的形象身份来发出对神的赞叹。那也有人认为诗篇94篇是大卫的诗，但我们有提过，在第四卷当中，大部分的诗都没有提到作者。那94篇呢，被安排呢，也有人认为是在安息日之后第4天的诗哦，那也就是放在礼拜三的时候所读的，就是礼拜二太阳下山到礼拜三太阳下山。那这首诗篇，所以我们有读过92是在安息日，然后93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还有94是在安息日之后的第4天所读的诗篇。那这首诗篇是一首求主伸冤的诗，求主伸冤里面讲到只有上帝是审判万人的神。第2节讲到诗人的祷告，求上帝伸冤。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报应。所以诗人在这边讲到上帝，第一个是伸冤的神，第二个讲到是审判的主。所以伸冤审判是对谁呢？是为穷人来伸冤，而审判呢是要来审判那些骄傲并且应当要受刑罚的人。但是呢，第3节到第11节是诗人继续求上帝来处罚那些作恶的人，因为作恶的人他们都压迫人、欺负义人，甚至呢，上帝是造人的五官，有眼、有耳、有口，
神既然可以照人的五官，神怎么可能看不见在这世上所发生的状况呢？3到11节，耶和华恶人要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咆哮说狂妄的话，作恶的人全都夸耀自己。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人，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留意。百姓中像牲畜一般的人，当思想：你们愚昧人要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听不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看不见吗？管教列国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那在第二段当中啊，诗人求上帝来出面啊，因为他说恶人夸胜到几时，到几时，好，已经重复2次。好，我们在诗篇90篇第13节、诗篇89篇46节都看见摩西的诗篇，或是其他诗人诗篇，可拉的后裔的诗篇，好向神询问这样的状况要到什么时候呢？什么状况呢？他们就是这些作恶的人为非作歹人，咆哮说狂妄的话，骄傲只夸耀自己。好，他们旁若无人，好像在他们眼中，这目中无人。好，他们不把人放在眼里，甚至也目中无神，不把神放在眼里。那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然后甚至强压上帝的百姓，苦害上帝的产业，杀死寡妇和寄居的人，又杀害孤儿，这些都是上主所看重的。好，就是而且有交代的，就是寡妇、寄居的孤儿，这些都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神的产业，神都有透过这些利未记、生命记要照顾这些神的产业。但是呢，他们却散布谣言说耶和华必不看见，神必不留意，雅各的神必不留意，意思说上帝不会管你就是去骗这些孤儿寡妇的钱，去参加诈骗集团把这些穷苦的人，把他最后仅剩的钱都把他骗出来，让他们呢上帝也不会在意他们的。第8节，诗人呼吁说，这一群作恶的人，就是百姓中像畜生一般的人，当思想，就是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只想着作恶，却没有去好好的沉淀思想。你们这些愚昧人，要到几时才有智慧呢？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诗人看他们这样为非作歹的行为，都在替这些恶人捏一把冷汗。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正是在顶撞神，他们以为目中无神，以为没有神，其实不晓得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更大的管教在后面。你们要思想，要有智慧，因为谁造人的耳朵，谁造人的眼睛？如果他们相信是神造人的耳朵，神造人的眼睛，人都听得到了，人都看得见了，难道这位神自己看不见，自己听不到吗？第10节，管教列国的，就是叫人得知识，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好，世界上的国家、朝代不断的兴起，不断的更换，不断的更替，但是上帝透过啊潮起潮落，这个风水轮流转，来管教世上的列国国家，在历史当中能够见古知今，得到智慧，得到知识。上帝有他的一个判断的法则，难道上帝不会去处理这一些作恶的人，他们的骄傲的行为，他们说狂妄话、咆哮的行为吗？11节，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知道人的意念是像呼吸一样的，像呼吸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他人想的再多，最后不过是一个呼吸，是一个虚妄，是一个像蒸汽一样就上腾就消失。
所以耶和华他知道，他察觉体验出人想的再多啊，人心筹划自己的脚步哦，但是唯有耶和华好来决定他的道路。啊，人呢用自己的智慧聪明，想要来选择自己最好最有利的，却离弃了上帝的法则，却不听上帝的教导。以至于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事情呢，最后都是一个虚空，就如同传道书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他曾是世上公认最聪明的，是这个世上最有智慧的，世界各国都要来跟他求智慧、买聪明。但是呢，他却最后离弃了神，而最后他只发现这一切的智慧聪明，若没有神，通通成为虚空，成为像呼吸一样的真气，转眼成空啊！哦，那哥林多前书3章20节，也说神的智慧总比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啊。上帝的智慧呢，是叫这些聪明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只有真正愿意承认自己是愚昧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智慧。第三段从12节到第15节，讲到那一些忍耐等候的人是有福气的。12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有福了。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仍得平安，直到为恶人挖好了坑。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回复公义，心里正直的都必跟随他。12节到15节讲到上帝审判最后的结果，而在上帝等待上帝审判的过程当中，愿意被神管教，神的管教是用律法所教导人有福了。是有什么样的福呢？他们能够在遭难的日子仍得到平安，他们不会在危难当中，好像西西家王被亚述军队、西拿基利的军队包围围困，他们好像觉得已经完全的绝望，没有，他反而能够像以赛亚一样，在遭难的日子得到平安。直到为恶人挖好了坑啊！所以这诗人有更不一样的眼光。原来上帝在遭难的日子默默无声，没有讲话。其实上帝不是没有在采取行动，而是上帝正在挖坑。这些坑呢，是为恶人所准备的啊，就是让恶人将来陷在这个坑里面。而这些人愿意遵守神的律法，被管教的，用被神的话所教导的，是有福的。而神也不丢弃他的百姓，不离弃他的产业。好，前面讲到神的产业，包括了这些的孤儿、寡妇、寄居、出外寄居的人，都是神的产业。而上帝并没有遗弃他们。15节，审判要回复公义，心里正直的都必跟随他。所以，上帝审判的目的不是这个打一巴掌，那个打一巴掌，这个打30大板，那个打30大板。上帝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刑罚，是要回复公义啊。所以现在周一本说，公义必定在审判庭上再出现，所以让公义回到世上。因为恶人扭曲了公义，做这些不法、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但是上帝要透过管教，透过审判，让公义回来，而心里正直的人都要维护他，维护正义，或是跟随他，跟随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话才能够让我们行在公义，而且还能够充满上帝的怜悯。最后一段从16节到23节讲到了上帝必定会帮助寻求上帝的人。而且为这些寻求上帝的人来伸张正义，就是回到一开始的祷告，深渊的神，审判的世界的主，求你挺身而立。16节，谁肯为我起来攻击邪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恶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早就住在极境之中了。我若说我失了脚，耶和华，你的慈爱必扶持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的安慰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玩弄奸恶，
以权位肆行残害的，岂能与你交往呢？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了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自己的罪孽归到自己身上，要因他们的邪恶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最后这一段是讲到上帝的眷顾，上帝的帮助，帮助什么呢？眷顾谁？眷顾这一些被迫害的人，而帮助这些受欺压的子民能够恢复正义所以诗人说，谁能够在这个危难的日子当中为我们挺身而出呢？其实可能有人，但是呢，他真正期待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早就住在极境之中了。极境的意思就是死亡了。若不是上帝出手，我早已经沦入死极之地。甚至我说我跌倒了，失了脚就是跌倒。但上主你的慈爱扶持我，上帝不是嘲笑我，不是像那个西西家王被西拿基利还有被西拿基利的仆人嘲笑，而是上帝用他的慈爱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即便我们心里面多忧多虑的时候，上帝仍然用他的公义、慈爱、信实、怜悯，你的安慰使我欢乐。那所以是我们人生当中还可以找到盼望。但是那些恶人呢，借着律例玩弄奸恶，以权位施行残害，他们没有办法跟神相交，因为神是圣洁神不跟这样子作恶的人亲近所以连诗篇第一篇都清楚的讲到不站不走不做亵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是要划清界限。神也是这样划清界限。但是呢，这些作恶的人，21节，即便他们一起起来联手攻击义人，甚至把那个完全无辜的人定了死罪。那这一节是在讲耶稣，他就是被群起聚集攻击，甚至无辜的被定了死罪。在22节，耶和华做我的碉堡，我的神做我投靠的磐石。所以，当耶稣被攻击、被审判、被定死罪的时候，耶稣他也知道有神做天父做他的碉堡，做他投靠的磐石，所以他只要依靠神，不用期待他的门徒、期待他的父母、期待他身边的人或是他的学生会出来，而是真正的期待神。最后一节，神叫他们的罪孽，就是这些作恶的人的罪孽，归到自己身上，因为神要把这些邪恶解除他们，意思就是他们要自作自受，而上帝要把他们彻底的解除。所以今天这首诗篇94篇讲到上帝的审判，虽然不是直接颂赞上帝为王，上帝登基，上帝作王，但是上帝却是借着他的王位王权来审判世界上的一切。所以我们也学习到，当我们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不是要自己为自己伸冤，而是要求上帝来伸冤，因为上帝才是真正的审判官。即便地上的法院也会有司法不公的时候，但是在上帝没有司法不公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看见上帝对待这些的恶人，上帝是用律法来教导、来管教，教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却不遵守律法，他们继续来作恶的时候，上帝不是不报，而是上帝正在为他们挖坑，因为他们这些作恶的人都在自掘坟墓。所以最后一讲到这些作恶的人，最后要自作自受。他们流人的血，他们牺牲了无辜的人，将无辜的人定了死罪。这些罪呢，最后都会回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直到上帝把他们完全剪除为止。所以期待我们都能够从诗篇当中，不仅得到智慧，也更能够明辨是非，分辨善恶。寻求神的国和寻求神的义，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那么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从神的话、神的律法所带给我们的管教，让我们能够走在公义的道路上面，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孤儿寡妇的上帝，你是困苦人当中的神，你保护寄居的，也施恩看顾这一些受迫害者。主啊，你要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传扬好消息，就是传扬福音，叫那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使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管教我们，叫我们的心能够得着智慧，也叫我们能够成为有福气的人。即便我们遭遇患难，我们也相信上帝你的公义仍在。即便我们跌了倒失了脚，但是上帝你的慈爱必定会扶持帮助我们。愿上帝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碉堡，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山寨。也相信上帝，你必定会有最后的审判。愿神你的公义、慈爱彰显日日夜夜，直到永远。我们这样子祈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